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又翻嚟呢個 channel 度。今集又係觀眾投稿嘅夢境分析。我收到4個好有畫面嘅夢境，有啲關於身體嘅感受啦，有啲關於工作失控，有啲關於好強烈嘅吸引力，仲有一個好似去到一個好乾淨、光亮，但又有學習壓力嘅新世界。夢好多時唔係預言，而係潛意識用畫面同情緒幫我哋整理壓力、關係、慾望同埋自己未必講得出口嘅感受。事不宜遲，我哋直接由第一個夢開始。第一個夢境係隻蝴蝶不停飛啦，之後停喺自己嘅頸上邊。你開始好想掹掉佢啦，但係點掹都掹唔到，最後只可以接受佢黐住你條頸。你仲問啦，即係代表咩意思呢？呢個夢就好有趣啦，因為蝴蝶本身通常就象徵住變化、輕盈、短暫、美感，同埋一種由舊狀態轉去新狀態嘅過程。蝴蝶停喺頸上邊，頸係連接頭同身體嘅位置，代表理性思想表達同身體之間嘅通道。當隻蝴蝶貼喺條頸度，心理上可以理解成有一種本來應該輕盈、應該流動、應該被欣賞嘅改變，偏偏變成咗你身上甩唔走嘅存在。你一開始想掹啦，反映緊你對某種改變或者某種感受起初係抗拒㗎，你未必想俾佢黐住，可能覺得好煩，覺得唔自在，甚至覺得有少少被侵犯界線，但最後你選擇接受呢一點好重要啦，因為夢唔係淨係講有啲嘢黐住你，而係講緊你最終學到嘅有啲嘢未必可以即刻趕走，倒不如先接納佢嘅存在。所以呢個夢境可以理解成你最近可能正在面對一種轉變，而你需要有時間去由抗拒變成接受。佢未必係壞事，即係提醒緊你有啲改變唔係掹走就得，而係要學識同佢共存。第二個夢啦，你行入廁所之前個洗手台變成木製嘅洗腳台，你坐低準備如廁，突然間有隻鬼捉住你大髀一下，你望出去見到啲燈閃下閃下，又有叮咚叮咚聲，好似壞燈警號。之後再聽到有人玩燈掣嘅聲。跟住一個着住和服拎住酒杯慢慢行，仲哼住歌嘅女鬼飄出嚟，你就嚇到衝出去，之後就醒咗啦。呢個夢好強烈，因為廁所本身就係一個好私密、好脆弱同埋好需要安全感嘅地方。當你去廁所，代表緊你正在處於一個想釋放、想處理、想放低嘢嘅狀態。但夢入邊嘅廁所唔正常，洗手台變成洗腳台，呢個有少少象徵住功能混亂或者界線被打亂。本來用嚟清潔嘅地方變成另一種用途，會令人有一種唔對路、唔穩陣嘅感覺。鬼手捉大髀一下係一個好直接驚嘅位置。大髀屬於身體比較私密嘅部分，呢個畫面好多時同身體界線被侵犯有關，未必係講真實危險，而係講一種我喺最放鬆、最脆弱嘅時候，突然間覺得有嘢闖入嚟，閃燈啦、叮動聲啦、玩燈掣嘅聲，好似係一個環境嘅警報。代表你內心已經覺得唔安全，甚至有少少出事啦嘅預警感。最後個和服女鬼拎住酒杯慢慢行，仲哼住歌，呢個畫面就好有戲劇性。佢唔係急住追住你，反而係悠閒咁出現，仲帶住一種儀式感。和服本身代表住古老、傳統、形式感，酒杯可能就代表住情緒、沉醉或者一種非日常嘅狀態。佢慢慢行哼歌，就好似話你最驚嘅嘢唔一定係暴力，而係嗰種帶住冷靜、帶住氣場又無法預測嘅存在。所以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潛意識對私密空間被打擾非常敏感，而恐懼唔係來自衝突本身，而係來自一種無聲慢慢逼近嘅不安。第三個夢喺公司棟樓突然間話要內部重建。好多公司都唔叫員工返工，但你老細偏偏就要你返去。返到公司又冇電，環境黑麻麻，只得走廊嘅光。老細叫你揾啲咩 paperwork 做啊，但其實冇咩可以做。之後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拆樓機械啦喺中間動工，你公司喺外圍，所以好嘈好多層。你行去問管理處，對方覺得奇怪，點解仲有人會返工嘅？返去途中經過一啲棚架同埋帆布，突然間見到有人跌落樓死咗，仲有啲人喺棚架附近跌來跌去。呢個夢嘅主題好明顯係工作失序。
結構崩壞同埋危機感。棟樓重建啦，但好多公司咧都唔使返工，代表緊外在系統咧已經轉變，但你咧仍然被要求留喺舊秩序入邊。呢種感覺就好似現實中明明環境已經變咗，但你仲要照舊做翻以前嗰套嘢，於是就覺得唔合理、唔安全。冇電黑媽媽靠走廊嘅光，象徵住資訊嘅不足、方向嘅不足，同埋做嘢嘅條件唔完整。老細叫你做 paperwork， 但又冇咩嘢可以做，反映緊一種典型嘅職場壓力。我被要求保持運作，但實際上環境係唔容許。拆樓機械喺中間動工啦，就好似核心結構開始崩解。你公司喺外圍，但一樣受塵同埋噪音影響，象徵住你就算唔喺風眼中心，都一樣會受到外在嘅變化波及。最震撼係有人跌落樓跌死咗，呢種畫面通常唔係預兆，而係潛意識將系統不穩後果嚴重視覺化。當你行過棚架同埋帆布時見到危險，代表緊你內心好清楚，當環境唔穩定，連行一步都覺得有風險。所以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對某種制度性嘅壓力、工作混亂同埋繼續硬撐嘅危險感好有感受。第四個夢係連續一晚同一類主題嘅延伸。首先，一個老師咧同一位好啱傾嘅男生出現咗，話如果想引起另一位有致命吸引力嘅男仔注意，就要用老師教嘅方法。但佢低調謙遜、親和力強、聲音温柔、周身發晒光感。後嚟咧，前夫又出現咗，你喺一間房入邊，電視機播住你同嗰位男生嘅互動過程。前夫就問你播緊啲咩啦，你只係敷衍話係角色扮演。之後你一個人咧住喺一間上下層，好乾淨、好白、好舒適嘅大屋入邊，突然間好多人揾上門。後嚟先知道，因為嗰位有吸引力嘅男生咧，把目光停留喺你身上，佢哋就想揾你麻煩。假晚又夢到另外兩個現實中咧未見過嘅男生，一個係年輕老師，冷靜、理性、智慧、溫和、有光；另一個係同你同班，非常啱傾，願意付出啦，氣質舒服。你由一間 Band 4嘅學校突然間去 Top 1嘅學校，所有人都好乾淨、好有光、好親和，你就成為插班生。英文堂嘅時候，班主任咧就派碌屎，雖然冇講出口，但你內心感覺到佢溫柔咁話有問題可以問佢嘅喎。另一位男同學坐喺你面前，話以後咧同你一齊上堂，幫你整理碌屎，同你慢慢解釋翻啲英文，仲話老師只係出問題，唔會抽毒。你覺得自己英文唔係好叻啦，但係佢就會陪住你，鼓勵你，有問題又可以隨時問。呢組夢非常豐富，而且主題好集中，吸引、被看見、進入新階段同被支持學習。首先講致命吸引嗰位男生，夢入邊佢唔係靠霸道吸引人，而係靠氣場、低調、溫柔、光，令所有人想靠近。呢個唔一定係講緊指某一個真實人物，更多時候係你潛意識對理想吸引力嘅投射。即係你真正會被打動嘅，可能唔係表面一啲張揚啦，而係內在穩定、溫和、有力量嘅人。老師教你方法，代表緊你內心有一部分會用技巧去接近吸引力、接近關係、接近認同。但前夫嘅出現就將焦點拉翻去過去嘅關係。你用角色扮演敷衍，表示你其實唔想對前夫交代太多，亦即係話有啲新吸引、新可能係屬於你自己嘅，唔需要向舊關係逐一説明。白色大屋上下層舒服乾淨，象徵住一個內在嘅狀態，好整齊、好有秩序，亦都有安全感嘅空間。突然間多人上門想搞麻煩，似乎反映緊當你開始被人看見，開始發光，外界嘅干擾同埋壓力咧就會跟住嚟。嚟到第二晚嘅夢境，整體就更加明顯係進入新學習環境。Band 4去到 Top 1嘅學校，代表由低自我評價轉向高質素環境。你係插班生，代表緊你對自己仍然有少少嘅陌生感，但環境本身咧就非常支持你。兩位男生代表住兩種力量，一個係權威但溫柔嘅引導者，一個係同你並肩作戰嘅同伴。前者教你規則，後者陪你理解規則。
英文錄視就好似新語言，你未必即刻聽得明，但你身邊有支持你嘅人。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正在進入一個更高質素、更清澈，但同時需要學習新語言、新規則、新自信嘅階段。你未必一開始就完全明白，但你唔係自己一個人。今集4個夢境雖然畫面差異好大，但其實都圍繞住幾個核心。第一係接受轉變同埋身體嘅界線；第二係私密空間被打擾嘅恐懼；第三係制度失序同埋工作壓力；第四係被看見、被吸引同進入新成長嘅階段。夢好多時咧唔係要俾我哋標準答案，而係將我哋平時未講出口嘅感受，用一幕幕嘅畫面呈現出嚟。如果你都有夢想投稿嘅話，歡迎下邊留言或者私信我會繼續揀有故事性同埋深度嘅夢同大家分享。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俾中意夢境分析嘅朋友睇下。我係 Kenzie Sir，我哋下集再見，拜拜。